伊朗對外放出講要談判信號刺激市場，即美股四大指數攏收紅，那亞股今日攏起，韓股一股起超過2%。那講到咱的台股呢是衝破36000點，收佇36296點，起838點。那台積電的股價呢也創新高，收佇咧2055塊，起65塊。根據這財政部的統計呢，這3月證交稅就扣535億啊，是過一個月新高。那1月到3月，這證交稅是扣1237億，也是同期的新高。美國總統川普表示講，伊攏有想要達成協議，帶動金融市場普天同慶。美國四大指數佇收盤攏起，則是亞股是愈紅盤，韓股含日股中場起超過2%。台股第一擺直攻36000點的天磅關點，收佇36296點，起838點。看台股台積電閣創新天價，收盤2055塊，起65塊。它創歷史新高的主要的理由有幾個啦哈。那第一個當然是我們去年的財報公布出來，將近4.6兆、4.5到4.6兆這樣的水準，其實創下歷史新高的數字背後所代表就是今年的股東會行情會非常不錯。那是台積電帶頭衝關，其他是包括台達電、鴻海、聯發科、日月光這些寬達股嘛攏收紅。較特別的是過去敢若電子族群講起嚟，不過14台灣上市的類股，會使講是大家攏講起嚟。其他親像是原物料的類股，包括塑化族群的台塑、南亞收盤攏超過3%的起伏。外資是變做推升台股大起的關鍵動能，但一日咧要超差不多689億，創起嚟歷史第5大的紀錄。財政部統計處指出講，3月證交稅實定淨額是535億，加起來1月到3月證交稅實定淨額是1237億，這攏創歷史上單一個月同期的新高。現在其實股市真的上下震盪非常的大，急漲急跌，所以事實上下半個月會怎麼樣，可能還要再觀察。專家認為講，台灣出口數字連29紅，顯示台灣股市的基本面同款是真強，但是因為中東戰事的影響，盤面一日啊起哩一日啊落來，卻也變做最近的常態。暗上擺是台積電的發說會，若是毛利率會當有真好的成績，拜五的台股同款會當期待觀點。股匯雙起，新台幣換美金的匯率10時以31.73塊開出，收佇31.69塊，升9.5分。記者綜合報道。